天这么黑，风这么大，爸爸捕鱼去。啊，你真正会着顶吗？欢迎收看《台语真练灯大家好，滚一边。大家好，我欢喜在地新闻的主播林玉珍。自细汉到今嘛，你敢是一个足乖的学生啊？要安讲？我若讲的歹乖啊，歹乖。哦，歹乖啊，歹乖啊。哦，足骄傲哦！你看你这版。无啊，歹乖啊，歹乖哪有骄傲？这是足谦虚的。哦，一个讲法呢。像我国小的时候，我就是顶几集咱有讲过嘛。我国小的时候，我就是一个皮皮啊的学生啊。小屁孩。到高中的时候，我嘛是足认真咧读册。哦，就是迄个。阿高读册，阿高招标，阿高演讲，阿高朗读，阿高画图，阿高唱歌就对啦。你敢有去参？你甲我讲着演讲哦，你敢有去参加过演讲还是朗读？细汉有去参加过，但是是参加华语的。哦，华语的。唔捌参加过台语的，因为阮迄个时阵讲台语拢要放五角。嗯。所以哪有可能举办这个台语比赛？我捌啦，我捌有台语的演讲比赛。哦，真的吗？嗯。我去你演讲的时阵啊，我已经袂记我的题目是啥。也毋过吼，我去演讲的时阵吼，就是讲到一半听啊，头壳内底一片空白，然后完全唔知我要讲啥，我原本用好的歌啊，拢袂记啊，拢袂记啊，这就是紧张啦，我徛伫遐，我唔知要讲啥，这就是紧张啦，紧张拢安尼，到最后无得名，当然。你去演讲比赛，只要你的歌袂记，你绝对无可能得名。对，啊，听讲最近呢，这个国管区的这个语文的竞赛都办了，嘿，然后推派第一名。再代表国管区，我去参加11月、12月全国性的比赛。哦，我看迄 YouTube 顶管吼，有参加过的人，迄一寡影片吼。演讲甲笼统吗？嘿，安怎？看到做感有。你讲安尼有影呢？因为我有看到一个资料吼，伊讲吼，迄新北市闽南语辅导团的一个老师叫王金南，伊嘛有去参加过真侪场的比赛，本身嘛去做过评审老师，伊嘛感觉讲足奇怪，为什么即摆的这个选手咧参加朗读甲演讲比赛，拢想过迄个手势啦，吼，迄个表现的方式啦，拢想过这个浮夸。像安尼哦，是安尼哦，有安尼哦，拢想过浮夸，敢若舞台剧，袂输咧演舞台剧，伊感觉敢袂使较自然咧，迄个腔口若足奇怪安尼吼，嘿，这就是可能就是我来示范一次，互大家看。你要示范迄种足奇怪迄款腔口迄种动作就对啦，吼，你嘛要看安怎？目前即摆吼讲咧朗读比赛，拢像咱咧国里边连面要示范的这个方式。吼，你看大家感觉看了安那，看你的惯势无？还是你会感觉讲安尼袂歹？吼，咱嘛是。先抽题目啦。咱照人比赛规则来，咱来先抽题目。咱的小编嘛，甲咱记迄个准备3题目，看你抽了倒一题。临时发挥啊！你来做一个吼，算讲参加比赛安尼。好，来，咱请小编互你抽。题目。一个啦，一个。凊彩啦，就多刷路游海拢共款啊。先看者。拢是难度一数。好，我要开始啊。好。拿钱呢？安尼，与肩同宽啊！伊讲爱与肩同宽啊。好，来。各位评判老师，各位参赛好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3号滚一边。今仔日我要朗读的题目是火金哥来带路，火金哥来带路。会记得是父亲节迄日的暗暝，4颗认真的天甲仔声吼袂停，手震的东风一阵，互人免吹电风，拢好困。拢好眠。已经真规日的电脑啊，两杯目睭真甲强在出汁，唔知影啥物原料，心肝头有淡薄仔暗杂。回头看，暗暝拢会。多谢大家，规一边今仔日朗读到这结束。啊，我骨头咁要散去。
你的意思就是讲，即摆这个龙头比赛拢安尼哦。哦，我感觉表现了袂好啊。表现了袂歹啊。唔对，我讲一句实在话吼，你拄仔讲了袂歹呢，你拄仔吐了袂歹。吐了袂歹。有迄种感觉呢。我国小的时候，我嘛参加过华语的龙头比赛啊。天这么黑，风这么大。爸爸捕鱼去。你真正会得顶吗？哦，拜托，我得第1名了。那有可能？真的啊，我还有奖状呢。哦，真的哦。哦，厉害啊！原来我搁代表阮学校出去比赛。原来哦，原来你迄个时代到当，怎么拢是安尼啦？要龙头比赛，要演讲比赛，爱唱咧演迄个舞台剧。天将你暗，风将你透。会使啊，会使，我知，咱即摆知影，咱即摆知影。我感觉其实你会当较轻松诶去表达即个文章的意思。对，所以讲吼，这个部分最近嘛，伫咧网络顶引起真大的讨论。大家都咧讨论讲演讲的比赛、龙头的比赛，一定要用这种遮尔浮夸、遮尔舞台剧的方式来呈现，才算是好的。敢是安尼？因为其实吼，因这龙头演讲啊，因的题目啊，伫1个月前、2个月前，伊就拢公布。公布题目，嘿。你要去参加，你当然呢一直念，天将你暗，风向你透。所以你会一直去背起，一直溜，甲你的内容溜到足熟的。连咧困你拢咧念，我咧讲。因为可能是安尼啦。就是大家拢已经事先拢准备好你的内容啊，大家一直溜，甲拢足熟的啊。了后你要去比赛的时阵，你一定爱有一寡真特殊的动作来 keep， 或者是开口来声，咱的评审会当来注意到咱演讲的这个内容。像我就唔免安尼。哦，你唔免安尼哦。我演到那边，臃肿的肉体，还有啥？灿烂的笑容。所以你唔免像你拄则，吼，你就是会当真自然来表现。我就是安尼自然安尼念就好啊，就是。会记你父亲节迄日的暗暝，4口练灯的天嘎啦声，困吼袂停。但是你讲安尼嘛是无公平呢。你讲安尼，对啊，唔是人天生就是无公平的，像我像这咱的引导，这就是无公平。安尼有影？那照你安尼讲，就爱洗做水，洗做引导，安尼去比赛就加分啊。其实袂啦。伊外表迄毋是重点，重点是你念了对唔对？你的台语的发音是，因为这个语文比赛毋是干那咱台语文一项尔，嘛有客家，嘛有原住民的，反正咱台湾是一个多语言的社会嘛，包括华语嘛有嘛，各种语言的竞赛拢有。其实最主要你的发音正确，然后表现的方式自然，定调，稳当，台风真好，自然就会当。互评审，互你的分数足悬的，无一定要遐尔浮夸的动作。其实吼，遮尔怪表现的方式吼，其实即马有足侪评审啊，即个主办的单位拢开始想讲要开始改变。要安怎改变？即算改变一个现象。所以，你得事先就设计一个另外一个方式，用一个情境图啦，情境图，四格图，四格图，四格啊，就是伊画四格，就以前个迄红仔册安尼吼，画四格，互你看图来讲故事，用讲故事的方式，莫用演舞台剧的方式，安尼就对啦。所以即摆有小可来改变。就你来，所以即摆换我来，就你来示范一次啦。这听讲这种方式就亲像咱去考迄个。台语的迄种鉴定，就是你去考过迄台语的鉴定。其中一个就是四格图，伊画四格图，互你来讲出迄个故事，1分钟内底讲出迄个故事。1分钟尔？是啊，1分钟哦。够分哦，1分钟哦。毋过这我就无确定，这2分钟。这2分钟啊，咱嘛简单讲就好啊。你来讲。好，简单。四格图就是四格图里搭来。就伫阮的附近吼，唔知会出现。甲图吼，咱的朋友看一下，反正你若看到这个图，爱你伫咧1-2分钟内底来讲一个故事，安尼你会安怎讲？是啊，你来讲一下。来看这个图，
你看这世界图就是有关风台的图嘛，对无？第一个图就是看电视气象报告，第二个图就是风台要来啊，大家吼爸爸妈妈赶紧哦去大卖场啊，去超市啊，赶紧去抢粮草。是。哦，第四个，第三个，你看哦，风台咻咻叫，当咧登陆台湾，咻咻叫，看到有够恐怖。你看外口的风雨安尼，遮尔啊大吼，你看迄个小男孩，小迄个阿弟啊，拢流唱歌有无？哦，第四个，哇，风台过咯，哦，好你加载，无造成真大的伤亡。你安尼较看听起来较像咧讲报地戏。那有，无造成真大的伤亡，啊，全体总动员开始整理家园。哦，你是咪安尼就讲了啊？哎呀，你其实吼，你也认真啊，好好啊讲吼，你其实讲了足顺的呢。哦，因为这咱报新闻定咧报啊，对啊，咧报风台的消息。咱有底底啦，咱有底嘛，所以你看我拄安尼就讲了啊，你看1分钟对不对？是啊。100分哦，所以我明年咱做伙来考好无？安怎啦？我顶一摆咧考迄台语的鉴定嘿，我较足伤心尔，我即马暂时无法度去接受你打击。你内心还阁真迄个受伤，空脆。是啊。必须的空脆也袂好就对啦。是啊。所以你无想要去考啊？咱即马爱甲大家。你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无想要考啊。无啦，明年。买啦，咱做回来啦。明年台语鉴定我可以报。咱做看来啦。你看我讲得遮好对无？我除了去参加迄个台语的鉴定啊，我嘛会使去参加。像这款的这个比赛，袂使啦，你年岁伤大啦。偌大啊？高中以下才能报名啦。安尼哦。是啊。对。算看你年岁。我观察拢打你一半。啥？歹势。那个我有听过这个消息，就是讲为着要改变啊，为着要改变目前这个演讲龙头的这个怪现象，所以伊即摆要用这个。临时，互你多文的方式来做一个比赛，所以讲这个比赛就是要以高中以下为主嘛，对吧？明仔载开始报名吗？9月25开始报名。你这毋是各学校拢会知影啦，对吧？各学校拢会知。对啊，其实吼，我是感觉这种演讲的比赛吼，龙头的比赛吼，其实可能有一寡人会较介意较迄个像迄个。迄个怪腔怪调，像舞台剧安尼就对啦。可能有个人会较介意这个方式，也毋过我相信啦，我感觉啦，大部分的人应该拢无感觉这种方式伤过啊，伤太夸张了，无适合。所以嘛是个人的喜好的问题。安尼吼，对啊。是啦，但是。教育部竟然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嘛，表示讲大部分的人拢认同讲要用较自然的方式来演讲来龙头。是，上重要的是大家拢爱做伙来学台语文，来读台语，好，嘿，来练台语，练母语啦。你的母语若是客家话，你的母语若是原住民话，拢共款爱甲咱的母语。保存落去，爱甲学好安尼。语言这种物件，就是爱有人念，有人讲，伊才会活落去。对，一代接一代，一直甲传落去。是啊，拜托大家加读一寡台语啦。你若当然啦，你敢一直强调台语，我嘛爱强调讲你的母语是啥，爱甲你的母语加读一寡，熟悉你的母语，你的母语你也要讲，会晓听，会晓写，会晓看。安尼，咱这个母语才会传承落去，咱的文化才袂来流失。是，拜托大家后回这个时间继续收看台语真练道，拜拜。谢谢。已经真规你的电脑啊，两腿目睭真甲强要出汁。唔知影什么缘故，心肝头啊有淡薄仔暗杂，我头看。暗暝蒙的窗仔外，南边的迄区乌仔园遐，敢若有光点，是咧，是咧。